OK，我叫天珠啊，其實唔係真名嚟嘅。之前做過好多嘢㗎，做過建築師啦，教過書啦，又做緊廚師啦，嚟緊就會開書店咯。我冇諗住開書店㗎，可以係書店啦，可以係 cafe 啦，可以係任何令到人交流到啊好自在嘅感覺嘅話，咁就係我想做嘅嘢咯。即係開書店嘅人咧，係會有性格，同埋咧會揀到啲得意嘅書，令到我去認識到我咩性格啊？都中意同人傾偈嘅性格咯。好多時候，譬如我去書店嘅話，我攞起本書，我會解釋唔到點解，就係俾嗰本書吸引咗，咁就會有個緣分喺度咁。我自己覺得，如果個嘅員工啦或者店長係極力推介嘅話，我反而係覺得會打擾咗顧客嘅嗰個自己同個書嘅嗰種交流。哇！超級中意呢本，就係因為呢本書咧，我覺得第一次係喺文字上面去了解到英國嘅自然，即係知道咗其實呢度嘅人真係好中意，點解咁中意 Bumblebee 咧？即係呢個作者佢自己由佢細個點樣喺呢個英國即係鄉村入邊生活，執嗰啲動物嘅死屍翻嚟自己嘗試去做解剖啊，跟住慢慢好有興趣去做咗個生物學家咁樣，即係由佢嘅個人經歷啦，同埋呢個英國嘅自然嘅生態入邊嘅一啲信息咁樣啦，係有一個切入點去進入呢個英國嘅生活咯。好似所有嘢都要去生活上面去摸索啦，但係因為呢本書，我會有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度點解啲人咁中意喺自然環境入邊去活動啊，同埋佢點樣睇周圍嘅生態咁啊。期望個書店話賺大錢，嗰個書店係即係除咗係佢可以揾到書咧，仲要係真係當地嘅社區嘅一個標誌，我覺得係可以做到咁嘅話，就係好圓滿嘅。如果啲客人嚟到個書店咧，係覺得可以建立到一種關係，可以靜靜地咁樣，但係可以 stay 喺度，情感上面嘅連結嘅話，咁我覺得係最滿足㗎咯。